接下来就是问你会怎么做规划的题型，回答的句型就是會和會。我们来做这一题，是讲你会向你会用办照顾伊，请简单说明。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我有向你，我会当日去治疗本期流血，会当日完强力解水，还会好好负责照顾伊到。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我有向你，我天初会先准备好适当嘅水分，为了解我血嘅五性，还会当日去两白治疗本期流血。我们再练习一题，是讲你会学越跳高，你会用办照顾伊，请简单说明。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我有学越跳高，我会当日牵伊出去行行啊，会当日留伊学解时请强来，还会负责留伊洗身。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我有学高，我会当日留伊教，会当日涂伊去湖背行行啊，还会长顾生意内容，好好摄伊照顾伊。有时候描述的策略只有2个，第一个你可以说我会，第二个策略就要直接讲还会。我们再多练习一题，是讲有个同学创下欺负你，请问你会用办处理？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是讲有一个同学创头欺负我会先到学校先上讲，还会全部下到2件事情，讲本阿爸阿妹弟。